出师表，诸葛亮，神良言，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并足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惫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是话之神，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，忘身于外者。盖对先帝之私语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供先帝威德，开皇治世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因如失义，以息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铁发总匹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为忠贤者，义父有司，论其形象，依照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侍中、侍郎过有之，必依当稳定，此该良实，志如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拨以为陛下。吾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主治，言行施行，必能弥补缺漏，有所公益。将军向统，盛行肃谨，晓听军事，使用于昔日。先帝称之曰灵，是以仗义举统为度。吾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主治，必能使航程和睦，游乐得所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形容也。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轻敌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以神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藩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典史参军，此悉精良使节之神也。愿陛下亲治、信治，则汉室之良可继日而泰也。身本布衣，恭敬于南阳，孤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文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神卑鄙，话自枉屈，三顾神于错罗之中，诸神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。遂许先帝以驱敌，获得庆福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年来20又一年矣。先帝知神谨慎，故临兵寄神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。故五月渡罗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将率三军，卜定中原，速结罗顿，扬敌干乡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。此神所以报先帝而重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尽尽忠言，则由之以稳之任也。愿陛下托神以讨职幸福之效，不效，则治神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行德之言，则由之以稳定之慢，以将祈求。陛下易于自克，以自主贤道，察纳雅言，心对先帝威照。神不胜受因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言。